有声小说《美食吸血鬼》接小说上回。当亚当提到城堡周围的城市是由美食建立起来的时候，艾丽森感到非常惊讶。他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个城堡周围的城市是以美食为核心的，因为这听起来实在太神奇了。然而，这种文化在城市中的传播和热情却使他很感兴趣，因此他决定进城品尝那些美食，体验这种独特的文化。故事接着往下去说，美食吸血鬼2。亚当告诉艾丽森，城堡周围的城市是由美食建立起来的，每个城市都以他们提供的美食而闻名。城市以他们的核心代号为区分，最好的是核心，其次是1环、2环、3环，一直到100环。数字越小的环，他们提供的美食等级就越高，反之亦然。即使是最低等的100环，他们仍然是美食的圣地，也是世界前100强之一。艾丽森在高山之巅俯瞰这座被食材养殖、种植和畜牧3种包围环绕的城市，感受到这里独特的氛围和生命力。他看到了山区的羊和高原的牛等，想到了他们背后的故事和辛勤的饲养者。他看到了田野上的蔬菜和谷物，想到了它们是如何成长和收成的。他看到了海洋中的鱼贝类，想到了它们是如何被渔民捕捞和传统加工的。在这个城市中，食材不仅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，更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体现。人们对食材的选择和处理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经验，而这些经验和见解也成为了他们与这座城市紧密联系的一部分。艾丽森感到非常惊讶，他发现神秘城堡的美食文化是如此的丰富和多样化，并且在整个城市中传播着这种热情和文化。他决定一定要去城堡品尝那些美食，体验这种独特的文化。亚当也很高兴艾丽森对城堡的美食和文化感到兴趣，他希望艾丽森能够喜欢城堡和城市的美食。两人之间的对话让他们更加熟悉和了解彼此，他们之间的好感度也不断提高。艾丽森，哇，城堡周围的城市是由美食建立起来的，这听起来太神奇了。亚当，是的，城堡周围的城市非常注重美食，每个城市都以他们提供的美食而闻名。城市以他们的核心代号为区分，最好的是核心，其次是1环、2环、3环，一直到100环。数字越小的环，他们提供的美食等级就越高，反之亦然。即使是最低等的100环，他们仍然是美食的圣地，也是世界前100强之一。艾丽森，这太棒了！这种美食文化是如此的丰富和多样化，而且在整个城市中传播着这种热情和文化。艾丽森，我一定要去城堡品尝那些美食，体验这种独特的文化。亚当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美食之都的美食。我也很高兴你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。艾丽森，谢谢你，亚当，你让我对这个地方感到非常兴奋。我期待着去那里品尝美食。亚当，不用客气，艾丽森，我很高兴能够与你分享这些知识和经验。丽森和亚当决定前往最外围的100环城市，体验那里的美食文化。当他们到达时，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。这里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，充满了各种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和令人惊奇的创意料理。他们在街上漫步，享受着这个城市的热闹和美食。突然，
一个老人拿着一个小篮子在街上走来走去。他们走过去问道：艾丽森，请问您在卖什么？老人：我在卖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和水果，你们要不要试试？亚当：当然要试试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。老人：我有西红柿、胡萝卜、洋葱、青椒，还有新鲜的草莓和蓝莓。艾丽森：哇，这些看起来都很新鲜，我们可以买一些回去做菜吃。老人：那你们想买多少呢？我可以帮你们打个包票。我的蔬菜和水果比任何餐厅里的都好吃。艾丽森：好的，我们买一些蔬菜和水果吧。谢谢您。老人：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美食之旅。亚当和艾丽森买了一些蔬菜和水果，开始在市场上四处逛逛。他们经过了一个卖糖果和巧克力的摊位，看到了一个十分吸引人的甜点。亚当：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艾丽森：但是我们已经买了蔬菜和水果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做晚餐吧。亚当：好主意，但是我们可以记录下这个摊位，等待下次再来的时候再尝尝这个甜点。他们离开了市场，回到了各自的房间。